行。估下啲金器值幾多錢？咁呢隻錶呢？佢哋比你想象中值更加多。Gold Station 黃金站，全北美最大華人收金專門店。除咗高價回收 K 金、足金、白金、銀同鑽石之外，仲新設名錶回收，各類名錶例如勞力士、卡地亞、柏德菲列，我哋提供專業估價服務，包你攞到最好價錢。Gold Station 黃金站位於太古廣場 D52號鋪，電話905-477-1888，攞你啲金同錶嚟黃金站啦！超白卡報料站。今期特別推介呢一套3合1充電式 LED 燈，燈座底有強力磁石，能夠黐喺車身鐵架，4000毫安培時鋰充電池，配有快速 USB-C 充電，可以輕易轉換聚焦燈、散光照明燈以及罅隙探索燈頭，又可以調校高中低光度、快閃或者求救信號。罅隙探索燈頭又可以磁力黐起螺絲釘，強光高達600流明，細光可以長着高達14小時。維修及應急一樣咁啱。3合1充電式 LED 燈，31.9。各位超白卡嘅會員請到列治文時代坊1樓1920室之彩家居更新會籍。假如你係新時代電視用戶，請帶同舊卡，連同最近期嘅電視月費單，就可以免付10蚊年費啦。利用超白卡購物，優惠多多。香港魅力在於新舊交織，由九龍城寨光影展覽及出土遺址，回顧3不管地帶。九龍城潮州店以祖傳手藝留住家鄉滋味。啟德體育園承載城市新節奏，都別具文藝脈搏嘅大館。舊城老店與活化空間，串連嶄新旅遊體驗。新時代電視一台星期3晚上6點45分及10點20分，時代雜誌之香港旅遊發展局呈獻，分享大灣區為你報導。